即摆若断水，比如讲咱若这要驶落步，这沟也无水，咱就是搁爱抽到有够迄个水，毋才会驶。据说，就算海族未得出个标准的水头，大概田口顺对蹲点天线蹲的，表人太太细细粒的出水莫大，本农民的生产成本变多。不过，伫中华农田水利费看来，农民大将因田係味道利偏。因为抽水井他们来讲的话比较方便，他不愿意去取用我们的渠道的水量，因为渠道的水的话，他要去看，要去做巡视。他如果是利用抽水机的话，他们是比较方便。啊，这井吼，唔是农民咧爱弄井啦，弄一支井就，有诶2分外地尔，弄一支井，开了安尼2万，攞出来5万啦。啊，大约一年1分地，那2分地，趁看2万块有啦。哦，迄是卖风台卖啥？啊，你若一半把迄个风台烧了，是无够本钱呢。啊，莫大个红白的，迄就了咧几啊年呢？因此，将越大越多，喺厝底下水就赶快，也无天拆厝嘅多嘅。用隔壁嘅田橋，唔但只輪定來儲水，將也係可以越大越深。敢若我啦，我嫁出來地，我就6支井。啊，6支井你即馬安那呢？比如講，伊個我個，咱大家拢抽落安吼。抽。比如講，袂使同齊抽啦。哦，我，比如講，我即地產就3分，啊，我來抽2-3粒鐘啊，點啊，一個抽。你要水位有下降啊，你要大降哦，我清晨呢。幾層嚟咯？打唔到水。我打12沖以上當有水。條擺冇用。條擺冇用，條擺差唔多5沖6沖都有水嘅。水唔拉就儲地下水，唔但將喺農民。中華農田水利費出嚟水廠，也喺工廠機關一條用水較多嘅，一上出大沉降嚟儲水，但將喺中華農田水利費，然後出嚟水廠就超過600站，呈100米以上嘅沉降，也喺中華地區呢度鄉鎮，平均用每年5.3公分嘅速度下限。按到年代，下限嘅氣溫，還較開始向內陸嘅海湖爾那海族一條所採嘅狀態。就是田地如果没有水的时候，作物完全就马上会死掉，这样子，所以他不得不，他才必须去凿井。那你今天农民已经是被迫要去凿井的情形之下，这里又是严重地层下陷区的时候，你又要把这个从水源头把这个水拦截，然后到时候水量更加的不足，因为早期像大城的话，平均每一年的地层下陷是11公分，那最近这几年哈，其实往内陆大概至少有7-8公分在恶化。因这温水河量压力云状地区，地层下陷越來越嚴重，最威脅台灣高鐵行車安全。行政業最近不得不建議嚴格禁止大型車到110年前要優先封鐵。雲狀地區高鐵沿線3公里度的沉水井，大概1000人站，希望中華地區的地層下陷速度到105年的時間，就能降到1年3公分。民國110年呢，我們大概會封掉將近1000口的水井，啊，將近1000口的水井，整個的減抽的水量會達到2億啊，2億多，2億1000萬，那甚至呢，這數字呢還會更增加。然後這個是今年立即馬上要做的，今年呢，這些井是馬上要封掉的井。超共享工廠比人費嘅規劃，總共有18萬以上嘅原狀地區農用嘅潛水井，也暫時唔放。我看下一擺減慢地層下陷嘅成效，過來檢討。一般農民，譬如說有18萬，這個所謂的農民的，這是淺層井。那淺層井呢？它目前我們在學理上的研判呢，它跟高鐵的地盤下陷的關係，沒那麼樣的一個密切，所以我們的第一個原則就是說呢，這18萬的淺層井，在目前我們先不去做處理，所以呢，各位農友放心，目前在這個短期之內，好到甚至4-5年之內，都不會對農民有任何的影響。不過，環保團體認為，風將槍係治標無治本，
重点係啲無水做得補地下水，14蘭水壩和水蘭做分批。溫水河嘅河壩根本無水做得補出到地下水層。吉吉蘭河堰開發之後，真正取水之後，大量的取水提供給六輕使用之後，我們發現這個地層下陷在惡化，因為吉吉蘭河堰的下端就是攔下來的下端，它其實是一個地下水的補助的源頭。那攔截下來之後，這個水其實沒辦法補助到地下水。那如果現在又要開發所謂的赤子杯圳，那這個水又要給工業用的話，這時候其實這個對這個地下水補助其實傷害更大，因為更沒有水源去補助。因為溫水河河壩流過嘅水變少嘅，特別到到寒天較早水嘅時節，東北季風吹下過，河壩水行下係湧成大海。當地居民講，根本係食飯幫曬。cái溫水河cái河壩高起來打，因為cái溫水河咧冇乜個，很多人都左水溪跟很什麼樣啊？從左水溪啊，從一較太型嘅河壩啊，吼，佢冷天時佢冇水咧，行咁個用水，不過個河壩個高山檔嘅河壩個水啊，吼，而即係做水庫。那做水庫流嘅水，山檔嘅水流下來嘅水吼，就把它蓄起來了，就更增加個下游嘅河壩吼，個河壩嘅水行下水，行下水嘅時間呢，到冷天時就冇落雨，落雨嘅時間較少，個河床就變得很寬，風一吹嘅時間吼，個沙塵就起來了。這個沙塵一起來有一個搓成啊，你個空氣啊是冇暗好，啊空氣都是有輕多米些嘅微細嘅沙嘅，對人嘅呼吸是有影響生態。這咪出嘅標準，講開呢趟全年農業用水量大概43%嘅水利費地下水站做啲封貼，要強業仲靠2拿延期嘅用水。南彰化農業講開用水問題，天州話行較嚴肅，彰化縣政府也不得不一起新嘅水源。先開第一口。這樣怎麼看得到？可以，因為我們的標線知道，因為我們有標線，打開之後會有冒那個水。啊，好，開始啊！今年彰化縣政府啲海族50公頃嘅管區進行講係全台第一個農田暗流水採試嘅試驗計劃，可以用天然嘅風母來轉結為攔下暗流水。佢用轉結為天點來打孔嘅，把暗流水流入轉結為度，佢輸出暗流水。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浮流水採取的技術能夠透過我們的溝渠人工湖的計劃把它收集起來，然後將來呢可以成為一個穩定可靠而且是安全的一個水源。這個彰化縣政府初步按算，全彰化大概有49000公頃嘅田丘，按算做得7.6億噸嘅暗流水，就等於係2批2021福山水庫噸嘅水量。浮流水不只是可以解決這個所謂的搶水的問題也可以解決這個包括民生用水，包括這個工業用水，它是一個相當好的計劃。浮流水的多寡跟我們的灌溉期間也有關係，有沒有降雨也有關係。畢竟水還是由灌溉而來，或者是由降雨過來以後，透過地表入滲，才會有浮流水的產生。農業用水是一個循環使用的用水，它並不是像工業用水用掉就沒有，污染掉就沒有。農業用水灌溉水田，水田像濕地一樣保存了這些水，滲流下去。就是現在所謂的浮流水。田丘要落葉，要灌溉，再要暗流水。唔過矛盾嘅係，既然係要熟悉田丘灌溉過後，浸下以存下來嘅水，希望灌溉嘅水源比大量8到工業利用，咁限咗嘅持得拉暗流水係。啲開發新嘅水資源按到困難嘅時節，相對較弱勢農民，希望獨到將經營元素做填海冇水做嚟用。除咗拜託老田工夾個落葉，將要休耕飛耕嘅。你可以想象，現在已經是來4天，停6天。那如果是在一半的水量，我們可以想見，就是說，好來2天，
停8天，甚至就是来1天停9天。你问农民说，水给你来1天停9天，你要不要休耕？水利法第18條其實就幾件明文嘅規定，農業用水比工業用水較優先。不過冇水嘅時節，主管機關但是會考量整體嘅經濟發展做理由，專案要求部分嘅田丘來休耕，剩下農業趕快用水本工業來用。除非那个天灾呀，好，所以这个除非天灾，不然的话，我不敢保证是说，好，哎。依照那优先权呢？因为优先权他们签约嘛，因为签约是不是因为那个依照我们的这个用水的标的的权利优先顺序，当然是农业优先，好，农业好，第一个是当然是民生啦，不是农业啦，民生之后才是农业，好，农业之后才是有一个工业，好，还是以农业为优先。那如果是说以国家整个经济好的考量的话，那就是要提高到由政府行政院这一个政策的一个措施。过去其实30年来，我们也没有看到说有园区跟农民去抢水。那有关休耕去让这个水做一些合理的调整，那这个都有透过跨部会的一些协调，在过去确实有发生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没有听到有抢水，所以这个园区事实上现在还没有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议题已经是甚嚣尘上，已经是变成大家在担心的议题。但是我想，政府应该都有一些周延的规划了。中科管理局強調，過去台灣各地嘅科學園區都唔適留農民爭水，也係要求農民休耕。電動還提供農民直接搶一機會，用台中園區做利業，2萬人條路，有5省喺台中採體驗。不過自救費實講，也係很啲耕種嘅，但是係老農，就農費嘅統計，農民平均嘅農業搶收入一年係冇到20萬，冇係趕快水，農民按意思慢慢來落實。中科是不會跟農民搶水啦，而且反而會在過去30年來的發展經驗，我們會去維護農民的權益，同時也會秉持去兼顧我們的環境保護，還有經濟發展。繁榮地方，甚至提供很多的就業機會來給我們的這個農民的子弟來就近來就業。18000外家，一個人暗測無一家地啦，做5分，按到幾萬戶，損失互你做損失2萬戶啦，一戶做4個人就好啦。愛互遮個人偌濟無問哪隻。在99年的統計。彰化縣全縣6萬3000人公頃的田丘，只有1萬5000人公頃盼休耕。全國81萬公頃的田丘度，也有20萬將近235個田丘休耕。下一擺係講因為無水，逼到有更加多的田丘要休耕。氣象專家就講，唔但將休耕地區的氣溫會越來越高，規則台灣都可能因為安樣出現更加極端的氣候。特位嘅休耕嘅萎縮發來時間。個平均溫度所增加，尤其係熱天時，溫度一增加嘅時間咯，伊對流性就較強，對流性較強些，個天氣就較唔好，較不穩定，較不穩定。按嚟講，有南邊來、西南邊來、水氣來嘅時間，個就會局部性嘅較劇烈嘅大圍攻，1點鐘是落到70、80甚至100毫米嘅雨量，變成那個極端性嘅雨量也好，極端性嘅溫度也好，會出現較多。對呢個生活啊，讓我們就變態了。面對原狀地區嘅水資源爭議，主要負責嘅原狀地層下限為企業共享工廠嘅園區，也不得不當嚴肅嘅服務。產業發展應該考慮一下水資源嘅多少，用水當多嘅產業不應該供應到原狀地區。農民團體還認為，整體的國土規劃應該審慎地考量水稻土地的公平正義。長期的目標是，這個地方是一個水資源不平衡的地方，所以呢，未來工業區就不應該再設到這個地方。我們甚至也跟國科會建議，
你们的科学园区也不可以拼命往这地方塞。我们在讲土地正义、公平正义，一个合理的国土的整体规划，绝对要把水这件事情放进来思考，因为有河域，这个土才有生命。水若止，众生就悲，水就是咱的生命。咱爱感谢天地。自那定桥，网络天公布比。一代一代九峰的树叶，展现保护水源的决心；一代一代无安无乐的农民，基本的献出最新的眼光。水条水面抢水会上大比赛，条摆当只糖多，也下还是要抢水太窄，实行较复杂。如果面对强势的政府，农民随时做一些不引起生态。